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偉雄啦。我哋今日嚟到優品360，同大家睇睇啲價錢同埋有咩特價貨品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同我 share 俾你朋友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多謝各位。買一條嘅啤酒4罐裝嘅兩排啦，76蚊，平均38蚊，再送你品客薯片大罐裝一排。有呢隻娛樂飲品啦，想特價。就35蚊3片。而家購買安莫希乳酪230克，35蚊3支，再送你伊利純牛奶1公升一盒。而家購買呢個小朋友立體口罩啦，就50蚊兩盒嘅。北海道特選3.6牛魚，買2件就54蚊。呢隻有機豆魚無條整嘅啦，就想19.9一件，2件28.8。呢隻卡巴利無添加鹽嘅果仁啦，900g嘅，想特價99蚊一樽。呢隻卡巴利杏仁啦，450g嘅兩排啦，做緊105兩件嘅。呢隻維他消化餅啦，就做緊28蚊兩件嘅，單件18。呢隻固力果百力滋啦，杏仁味啊，士多啤梨啊，仲有朱古力味啲啦，就全部做緊20蚊9毫兩件嘅。呢隻阿華田朱古力麥芽威化餅啦，做緊20蚊兩件嘅，平均10蚊一件。華美半熟芝士蛋糕240g嘅，29蚊兩件。呢隻朱古力麻薯曲奇啦，300g嘅，就做緊30蚊兩件，平均15蚊一件。呢隻樂事燒烤味嘅薯片啦，做緊35蚊3件嘅，有唔同味啊！呢個芝士味，仲有原味嘅，全部都做緊35蚊兩件。呢隻門南排啦，午餐肉198g，有33.93半。呢隻三花牌啦，午餐肉340g，仲30蚊9毫兩半。呢隻樂天午餐肉啦，340g，就30蚊兩半。咁幾舊式舊裝嘅蠔油啦，350g，做緊46蚊兩件。擔擔湯麵啦，做緊20蚊兩包。呢個滿漢大餐啦，有紅燒牛肉面，對真味牛肉面，張特價34.9兩件嘅，平均17個幾一件。隻李錦記葱油拌麵啦，仲20蚊兩包。呢隻葡木園生蠔海鮮湯麵啦，張特價原價32蚊，而家特價26蚊。呢隻脫脂牛奶啦，1公升嘅，就15蚊，兩件就22蚊，平均11蚊一件。有另外呢隻高鈣低脂牛奶，仲有全脂牛奶嘅。呢韓日特濃咖啡啦，仲有19.93半嘅。呢隻雀巢係嘅牛奶特濃咖啡啦，仲有21蚊兩件嘅。大家好，鍾意呢條片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